台中的北屯发生着死亡车祸，是一台物流车撞着一台2个人相载要去上班的机车，机车顶2个人夹落车卡，女骑士当场死亡，女乘客是头壳重伤。物流车的司机讲，伊挖入去巷仔底的时阵，视线有死角，无看到机车。当伊发现撞着机车的时阵，机车已经卡伫个车卡。物流车越过了后，一台双载机车徛伫物流车正边当场相撞，机车2个人撞入去车卡，消防人员出动真济救助技师，要把车卡的女技师甲乘客救出来。黑色的按上啊！消防队员紧急将2个人救出来，34岁高岁女技师当场死亡，女乘客一头是严重跌着伤，紧急送医。载货的司机啊，我们公司对的，就是这路口太小了，没办法。女技师的朋友接到消息，赶到现场，艰苦甲一直吼。根据了解，女技师是台东人，伫丰原区清洁队接头路，工课认真，甲同事嘛真好。他的工作表现平时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车祸发生的时，女技师载朋友要去清洁队上班，说互物流车撞死。42岁杨姓肇事驾驶嘛惊到唔愿加讲，伊的朋友接到消息嘛赶到现场关心。司机就唔知影啊，伊拢挖入来，伊就听到一声嘣一声，应该是伊嘛唔知影，到时来看掉路口监视器吧。肇事驾驶讲，迄当阵物流车要正挖入去巷仔内，技术视线死角，撞到共向徛伫咧正边的双载机车，造成技师甲乘客拢撞入去车卡，女技师当场无性命迹象，警方嘛调电眼要来厘清车祸的详细原因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